没有什么是过不去。不要啊！我真的要走了，那个丑女人说不定要回来了。让她睡门卫不就好了？这不是她的房子吗？她就是我的一条舔狗，我让她做什么她都会做的。那个丑八怪这么听话呀？她就是看上我的长相了，谁让我这么帅呢？哎呀，讨厌了！哎，老实讲，你碰过他没有？我怎么听人说你和他在一起了？靠！你疯了吗？丑成这样，我光是看到就恶心。我想也是。怎样？让我们有请恩智小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段时间里，我也害怕过，我害怕做手术，也害怕别人看我的眼光。但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活得比任何人都自信。让我们有请创造这个奇迹的林院长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这不是什么奇迹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难以改变的面孔，每个人都可以变美。所以，请拥抱你们的新生活吧。是林焕涛哎，就是他给赵仁志做的手术，好帅啊！好像是他给我做手术。你好，需要帮助吗？对，是想做我们这里的项目吗？你有登记过吗？对不起，小姐，我还是算了。需要预约吗？我来帮你吧。想说的话，因为自卑而说不出口。院长，我真的好想问，就算是我这样的人。